點啊？做乜咁冇心機啊？係咁嘅，我媽咪咧喺個半月前喺街度跌斷咗隻手喎，咪即刻送佢入院做咗小手術，固定骨折嘅位置咯。依家醫生都話可以翻入院查螺絲噶啦，點知佢點都唔肯入院啊？吓？點解啊？佢 check 過保險公司啦，原來佢每個病症嘅手術費每年最多只可以 claim 2萬蚊㗎咋。上次入院已經 claim 到1,800蚊咯，佢驚今次唔夠賠啊！乜唔係每個手術都有得賠嘅咩？原來嗰份醫療保險係按病症計㗎，亦即係裝螺絲同埋拆螺絲呢2個手術費都得1個保額可以 claim 㗎咋。哎呀，諗下，我份醫保都是用每個病症計嘅喎，咁點算啊？唔怕，我哋 Bupa 嘅醫保計劃賠償係按每次手術嚟計嘅，無論係咪同一個病症引起，每個手術都會喺獨立嘅保額嗰度賠償，唔會夾埋一齊嚟計，咁咪賠得足啲咯。想知詳情，快啲嚟同我哋嘅健康管理顧問傾下啦！